世界夫人 World Matam 2025澳門區啟動儀式暨新聞發佈會於10月17日下午1點30分，在東湖海鮮酒家舉行，標誌着世界夫人2025澳門區頒獎典禮正式拉開帷幕，旨在為澳門女性提供一個展示自我、回歸社會的國際化平台。世界夫人首席執行官梁雅麗在發佈會上表示，世界夫人2025年度澳門區頒獎典禮將於11月28日至30日在海南博鰲舉行，並將聯同中國內地、香港及台灣地區共同舉行頒獎儀式。評選活動已正式啟動，澳門成立了歷屆以來最大規模的組委會，將對澳門所有符合條件的優秀女性進行推薦前評審，讓更多優秀的澳門女性能夠加入世界夫人的行列。認證官侯木天和陳麗芳表示，世界夫人作為國際性女性平台，始終致力於推動女性發展與進步。是次澳門區活動的舉辦，將為本地女性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，讓澳門女性的魅力與才華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彩。